耶稣讲完了这一切的话，就对门徒讲：恁知影过2天就是逾越节，人子将要被交予人，钉伫十字架顶。迄时，祭司长甲民间的长老聚集伫大祭司称为该亚法的院内，大家商议要用几计掠掉耶稣杀伊，只是讲当节的日子毋通恐惊民间生乱。耶稣伫伯大尼生大太哥的西门厝内，有一个女人摕着一罐玉瓶极贵的香膏来，趁耶稣坐席的时阵，压伫伊的头顶。门徒看见就真无喜悦，讲：何用安尼会枉费呢？这香膏会当卖真侪钱，收济善人。耶稣看出因的意思，就讲：为什么难为这个女人呢？伊伫我身躯顶做的是一件美事，因为尚有善人甲恁同在，只是恁无尚有我。伊将这个香膏压伫我身躯顶，是为我安葬做的。我实在讲互恁，普天之下，无论伫啥物地方传这个福音，也要诉讲这女人所做的纪念。迄时，12个门徒内有一个称为加利人犹大的，去见祭司长讲：我甲伊交互恁，恁愿意互我偌济钱？因就互伊30箍钱。对迄个时阵，伊就找机会要甲耶稣交互因。伫教节的第一天，门徒来问耶稣讲：你食逾越节的宴席，要爱阮伫倒位甲你备办？耶稣讲：恁入城去，到某人迄边，对伊讲：夫子讲，我的时阵紧要到了，我甲门徒要伫恁厝内守逾越节。门徒遵着耶稣所吩咐的，就去备办了逾越节的宴席。到了暗时，耶稣甲12个门徒坐席。当咧食的时阵，耶稣讲：我实在讲互恁，恁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。因就忧愁一个一个啊问伊讲：主是我吗？耶稣回答讲：当我稳手伫盘内的，就是伊要卖我。人子必要去世，正如经上指着伊所写的。但卖人子的人有好了，迄人无生伫世上倒好。卖耶稣的犹大问伊讲：拉比是我吗？耶稣讲：你讲的是。因食的时阵，耶稣摕起饼来，祝福了，就掰开，递互门徒，讲：恁摕着食，这是我的身体。佮摕起杯来，祝谢了，递互因讲：恁拢啉这个，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罪人流出来，互罪得赦。但我讲互恁，从今以后，我无搁啉这个葡萄汁，直到我伫我爸的国内，当啉心的迄日子。因唱了诗，就出来往橄榄山去。迄时，耶稣对因讲：今夜恁为我的缘故，拢要跋倒，因为经上记咧讲：我要击拍牧人，羊就分散了。但我搁活以后，要伫恁以先往加利利去。彼得讲：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跋倒，我却永袂跋倒。耶稣讲：我实在讲互恁，今夜假叫医生，你要3届无认我。彼得讲：我就是必须甲你同死，也总袂会无认你。众门徒拢是安尼讲。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，名叫克西马尼，就对因讲：恁坐伫这里，等我到迄边去祈祷。蛇呢，带着彼得甲西庇太的2个后生同去，就忧愁起来，极其难过，便对因讲：我心内甚是忧伤，差不多要死。恁伫这里等候，甲我一同警醒。
伊就小向前行，互拍伫地祈祷讲：我爸啊，设施会当行，求你叫这个杯离开我。然而，毋通照我的意思，干那爱照你的意思。来到门徒迄边，见因困着了，就对彼得讲：安怎恁袂当我警醒骗时吗？总爱警醒祈祷，免得入了迷惑。恁心内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第二遍搁去祈祷讲：我爸啊，这杯若袂会离开我，必爱我啉，就愿你的意志成全。搁来见因困着了，因为因的目睭困倦。耶稣搁离开因去了。第三届祈祷讲的话，也是甲先前同款。怎呢？来到门徒迄边，对因讲：即马你犹原困安歇吧，时候到了，人子被卖伫侪人的手内了。起来，咱行吧，看啊，卖我的人近了。讲话之间，迄12个门徒内的犹大来了，并有真侪人带着刀棒，对祭司长甲民间的长老迄边甲伊同来。迄卖耶稣的，互伊一个暗号，讲：我甲谁金喙，谁就是伊，恁会当掠掉伊。犹大随即来甲耶稣的头前，讲：请拉比安，就甲伊金喙。耶稣对伊讲：朋友，你来爱做的事就做吧。怎呢？遐个人上前下手掠掉耶稣。有跟对耶稣的一个人，伸手拔出刀来，将大祭司的仆人斩了一刀，射掉了伊的一个耳仔。耶稣对伊讲：收刀入鞘吧，凡动刀的必死伫刀下。恁想我要会救我爸，即马为我找见12爷做天使来吗？若是安尼，经上所讲的事情必须如此的话，安怎应验呢？当时耶稣对众人讲：恁带着刀棒出来掠我，如同掠强盗吗？我天天坐伫殿内教示人，恁并无有掠我。但这一切事成就了，为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。迄时门徒拢离开伊，逃走了。掠耶稣的人，甲伊带到大祭司加亚法迄边去。文士甲长老已经伫遐里聚会。彼得远咧缀着耶稣，直到大祭司院入了内面，就甲找役同齐。爱看这个事到底安怎？祭司长甲全公会走找假见证，控告耶稣要治死伊。虽有一寡人来做假见证，总得袂着实际。越后有2个人前来讲，这个人捌讲：我会拆毁上帝殿，3日内阁建造起来。大祭司就徛起来，对耶稣讲：你啥物拢无回答吗？这个人做见证告你的是啥物呢？耶稣却毋回答。大祭司对伊讲：我指着永生上帝叫你起誓，讲互阮你是上帝后生基督，毋是？耶稣对伊讲：你讲的是，然而我讲互恁，后来恁要看见人子坐伫遐关联者的正面，驾着天顶的云降临。大祭司就拆开伊互讲，伊讲了僭妄的话，咱何必搁用见证的人吗？这个僭妄的话，即马恁拢听着了。恁的意见如何？因回答讲：伊是该死的。因就配喙烂伫伊面上，用拳头拍伊，搁用手掌拍伊的讲：基督啊，你是先知，讲互阮拍你的是谁？彼得伫外面院内坐着，有一个妇女前来讲：你素来也是同加利利人耶稣做伙的。彼得伫众人面前却无承认讲：我毋知影你讲的是啥物。据
出去到了门骹口，阁有一个侍女看见伊，就对迄边的人讲：即个人也是当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。彼得阁无承认，并且起誓讲：我毋捌迄个人。过了无偌久的时阵，边仔徛着一个人前来对彼得讲：你真是甲因一党的，你的口音甲你现出来了。彼得就就抓起誓讲：我毋捌的迄个人，立时鸡仔就叫了。彼得想起耶稣所讲话，鸡仔叫医生，你要3届无认我，伊就出去痛哭。